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湾出名的歌手李建中，艺名 Tank， 到中国换肝换心脏，这个手术是顺利成功。伊特别感谢祖国甲医疗团队。这个言论是引发着讨论。民进党的立委曾水雄今仔日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发表看法。 如果我们国安单位大概都是以收集相关的一个情绪呢哦，那您无法度安怎啦？我是要给您说明一下，碰到这种状况哈，这个立场不同的人会很生气。那我相信那11000件以后还是会很多。这个真的是医疗统战，这个它就会无声这样一直蔓延下去，蔓延下去。所以你说国安。 帽子很大，可是碰到这种人性，你也很困难。曾水雄讲，伊真担心，讲中国的医疗统战当点点啊在摊开，伊嘛询问到国安单位应对的方法。国安局的副局长黄明昭回应讲，针对中国可能透过医疗来统战，未来会甲相关的单位讨论处理的办法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